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0号。這一期咱們聊兩個熱點話題。這個我們之前都聊過，但是最近已經有了最新的進展通報。哪兩個話題呢？一個就是南京博物院江南春這個名畫它的曲折的身世和經歷，還有一個就是訂婚強姦案。最近這個訂婚強姦案好像又有新的這個證據視頻流出，所以在網上也引起熱議那就這兩個事情我們以前實際上都做過不止一期的節目，聊過很多次，正好借這一次也有新的通報，新的情況，我們再聊一聊。首先這個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图卷这個事情，昨天官方給出了情況通報，在國家文物局工作組指導下，江蘇省省委省政府調查組對南京博物院相關受贈文物管理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調查。那他下面調查組做的工作，對吧？調查的證據，這個咱就不說了一共是有5幅畫，好像去向不明。那麼專案組是分成5撥人，就是你這一撥人專門調查江南春這個圖畫，那一撥人調查另外一幅畫，就是5幅畫有5個組，一個畫是一個案子，分開調查。我看了一下這個整個的通報有幾個疑問，也就是讓我感覺這個好像意猶未盡或者叫欲言又止。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只是說一下，因為這個裡面大家關注比較多的就是江南春這幅圖畫，剩下的還有什麼涉色山水軸什麼仿北院山水軸、雙馬圖軸。輿論的重點不在這兒，就是江南春是求姻的，對吧？所以它名氣比較大。首先他這個調查結論也非常這個有意思，他直接就繞過了這個江南春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偽作還是真跡，他沒有做結論。我倒能理解因為這個事情重點不是你這個江南春是真跡還是偽作還是贗品還是高仿，那個留給後人，對吧？留給別人去真治去。作為有關部門，你把這畫給找回來，物歸原主，对吧？这畫再放到南京博物院，這就是行了。所以網上爭論，對吧？各種爭論說這個仇英的這幅畫到底是人家仿的還是贗品還是仇英真跡，被調查組給繞過去了。我覺得這也可以理解這是第一個問題，對吧？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你也不能說那個就是真跡還是贗品，但是這裡面也有蹊蹺有遺憾，我一會兒再說。第二個呢，他說這個江南春圖卷等畫作違規調撥流轉過程中涉嫌違紀違法問題，也就是說，那江南春在南京博物院，對吧？由2撥專家先後鑑定，都認為是假的，為偽，對不對？而且水平不高，是這麼說的我有印象那他怎麼就被賣掉了呢？調查組的這個情況通報裡面是這麼說的，說在江南春圖卷等畫作調撥流轉過程中，原省文化廳、南博和總店違反文物管理有關規定，違規申請批復調撥文物，擅自出售並造成文物流失，社會影響惡劣，必須嚴肅處理。經查，徐湖平，這個就是咱們前一陣子大家輿論比較關注的集中的焦點，不就是那個博物院院長那個徐湖平嗎？對吧？他們家是個獨立的小院子，好多那個博主跑那直播，那就成了一個景點了這個當事人就是徐湖平，擔任南博原常務副院長，實際負責南博日常工作，期間未按規定履行鑑定複核審議程序，違規簽批向總店調撥江南春圖卷等書畫申請，違規決定調撥書畫用於銷售。徐湖平在兼任總店法定代表人、经理期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國家行政主管部門明確禁止擅自出售和處理館藏文物後，仍同意總店出售相關文物，對總店賬務不符，應該分設的崗位有1人兼任，缺乏監督制約等內部管理混亂問題，放任不管，视管視察，涉嫌嚴重職務違法，也就是他沒有勤勉盡職此外，徐湖平在擔任南博常務副院長、院長期間，对于南博存在的文物管理，尤其是受赠文物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執行不到位等問題，應負主要領導責任。徐湖平還涉嫌其他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目前正接受紀檢監察機關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我給解釋一下就是徐湖平現在2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在這個5個畫卷，這個從南京博物院流轉到南京這個文物商店，在這個過程中
他犯了这個職務違法。職務違法什麼意思呢？就是沒有勤勉盡責啊，沒有認真去按照國家的規定去批簽字流程。那換句話說啊，就是江南春這個畫最後被人買走了，最後被別人8000萬拍賣，這個事情你不能算到蘇護平頭上，說他是貪污，說他以權謀私，沒有啊。你看看，那蘇護平可能犯了別的問題，別的問題什麼意思啊？當然這個因為他還沒有披露啊，那有可能是在別的畫、別的古董上面中飽私囊了，或者是對吧，把據為己有等等，那這個沒有公布啊。但是在江南春這5幅畫上面，蘇護平他的責任就是領導責任，甚至你可以說他水平有限，犯的是職務違法，那不是他貪污啊，想把這畫據為己有，明知這個畫價值不菲，然後非要低價賣給自己，对吧？賣給哪個領導都沒有。所以我就有個疑問啊，那這個蘇護平冤枉不冤枉呢？如果他是誠心要這麼幹，那就2種解釋啊，一個就是他跟那個龐書令呢，就是贈畫的這些人家他有仇，那就是瞧不起你，什麼垃圾玩意兒捐來，對吧？這就是假畫，送到這個文物商店給賣的算了，能賣多少錢賣多少錢，這是打心眼就看不起啊，一種可能啊。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就是他自己不识貨，真跡贗品，对吧？他也分不清。即便是贗品啊，贗品也有高水平的，对不对？也很多贗品它本身就有這個收藏價值，雖然沒有真跡啊那麼貴，但是對吧，也有很大的這個價值，經濟價值，對吧？鑑賞價值。如果說蘇護平他知道這個畫價值被低估了，他以權謀私，他要把它搞到總店去賣，然後他再找人低價把它買走，這不就據為己有了嗎？事實上也沒有啊。那這蘇護平到底幹啥呢？對吧？我們總說犯罪要有動機啊，就是你想中飽私囊，那他事實上也不能證明他是在中飽私囊，那他到底為什麼這麼幹？這就是個疑問，對吧？我們總要問個犯罪要有動機嘛。結果調查組說了啊，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那蘇護平要擔的責任就是從南京博物院到總店這兒，這是你要擔的責任。第二個責任是什麼呢？總店把這畫賣掉了，你在總店這管理不善，本來這個要雙人雙崗，對吧？你這管理混亂，然後賬務要符合，对不對？這畫賣了多少錢，標價多少，他這賬上一團亂麻，對不上。怎麼對不上？你看下面有啊，調查組有結論。這個南博文創部員工張某在任總店書畫庫管保管員兼銷售員期間，你看啊，一人身兼多職啊，又是南博文創部的員工啊，又是這個書畫總店的庫管，又是銷售，應該是保管員是保管員对吧？銷售是銷售，結果這個2個崗位就是會計和出納變成1個人了，應該這麼理解吧？一般的公司會計和出納是2個人，對不對？他這搞成1個人了，那你這財務恐怕就要出大問題啊！利用管理國有資產的職務便利，違反規定，私自買賣文物，獲取非法利益，涉嫌嚴重職務違法。張某及相關人員正接受監察機關監察調查。那這個張某到底是咋幹的呢？1997年7月，時任總店書畫庫管員、保管員兼銷售員張某見到違規調撥至總店的江南春圖卷，標價25000元，認為有利可圖。1997年25000，遂與男友王某合謀，準備自己買下，再加價轉賣，並利用工作之便將價格標籤偷改為2500。你說這叫什麼事，對吧？人家叫陳實，後面加個0，邵陳實嘛，邵一股，對吧？後面加個0，他好了，對吧？這叫詹楚實啊，後面減了一個0，25000就變成2500。為規避總店工作人員不能購買店內商品的規定，不能自買自賣，對不對？也怕王某被店內同事認出，便安排王某的同事，就是他也怕他男友去買的話也怕人認出來，所以讓男友的同事陳某某出面购買。同年7月8日，陳某某到總店經張某之手打9折後，以2250元買走江南春圖卷。為防止更改價格的行為被發现，张某故意将发票上的货号空置，不注明购買人姓名，这是故意的啊，那个发票上面啊，并在商品名称欄中將江南春圖卷寫成球音山水。事後，張某讓王某謊稱江南春圖卷係祖傳，也就是說啊，你這麼好的東西出來賣的話，這不叫傳承有序嗎？古玩文物都這樣啊，尤其是真跡，那人家就要知道你這種從哪兒來的。你說你
祖傳的，那就人家就問了，你祖宗從哪兒拿到的？哎，這必須的，要不然這個來歷不明啊，來歷不明就有可能這個東西是偽造什麼之類的啊。所以這個張某啊，就讓王某緩稱江南春其圖卷祖傳，然後向自畫山陸某，就是那個南京的逸蘭齋啊法定代表人老板呢，不過這個人2025年已經去世了，向他兜售，經雙方商議，將江南春圖卷及其他2幅字畫以12萬元價格賣給陸某。你看啊，一倒手就賺了10幾萬。2016年起，陸某先後3次將江南春圖卷质押給南京石竹齋藝術品投資有限公司。2019年9月，陸某因資金鏈斷裂，對吧？資金困難，未按約定贖回江南春圖卷，遂留存石竹齋公司。2021年11月，字畫商朱某從石竹齋公司購得江南春圖卷。2025年4月，嘉德拍賣公司受朱某委託拍賣江南春图卷。5月，因庞书令舉報撤拍。2025年12月28日，此畫已存入南博書畫專庫啊。這裡面就有意思了啊！我的印象中啊，新華社也有一篇報道，還說了這個發票是不是？因為當時那個馬未都是不是他也講過這個事情？我印象中這個新華社當時報的說發票寫的是6800，那個發票上面寫了個顧客，對不對？沒有名字，不是馬未都不專門還講解了嗎？什麼原因對吧？而且在1997年，這個就是江南春這個畫賣6800，那也不值，就是便宜了，不可能這個價格。那現在你調查組說這個發票上面開的是2250，那到底哪個是真的呢？是不是這是個疑問呢？那前面是新華社報道的啊，馬未都還專門點評過，大家有印象吧？不是6800嗎？你現在調查組說是2250元，那讓網友相信哪一個呢？新華社調查的，而且那個發票的這個照片是不是網上到處是啊？大家可以找着看，這個是不是撒一個謊要用10個謊言去掩蓋？我們其他的話就不講了，就講這個江南春這幅畫。那我們就相信這個舒忽平啊，這個人好像他是個什麼職工吧？啊，他不是正經的什麼文物專家什麼之類的啊。也就是他這個到那個南京博物院的时候啊，只是他後來當了這個院長什麼亂七八糟的，那咱就不說了。總之就是他這個專業水平、專業素養恐怕是堪憂。為什麼呢？對吧？作為這個常務院長、總店的店長、法定代表人，他居然沒有那個员工張某的眼光好。张某一眼就能看出啊，這個江南春標價25000，實際上標低了，自己對吧？動了心思想把它買走。那舒忽平是不是自己看不出來這玩意兒被低估了呢？要麼就是舒忽平的水平很差啊，要麼就是舒忽平道德高尚，明知這個，那麼因為這是組織決定的嘛，這個標25000，那恐怕也是當時的吧？根據相關的這个價，那時候還有叫什麼物價局啊，怎麼定價，反正是有程序的，对吧？定完了，雖然定的便宜，他也沒打主意。要麼就說明舒忽平這個人看不上這點小恩小惠，對吧？人家搞大的國寶，要不然你沒法解釋啊。近水樓台先得月，對吧？然後這個好處居然讓這個保管員張某給得了，這個恐怕解釋不通啊！一個發票的事情，調查組是2250元，但是新華社報道好像是網上流傳的也是6800，這怎麼解釋？然後最難解釋的就是舒忽平的動機，所以這個案子啊就成了一個謎案。在我來說啊，這個事情還是雲裡霧裡的，但是好處是什麼呢？好處把那畫存找回來了，放回去了，也就是錯誤得到了改正，讓這個苦主，對吧？龐書令你也沒話說了，你不是捐給國家了嗎？我現在給找回來了，都在南京博物院，還有一幅畫在找啊。這個我感覺好像是一個裱糊匠呢，面對這個波濤洶湧的輿論而採取了一個權宜之計，也就是他並沒有揭示一個真相，這到底怎麼回事？所以讓網友看了之後啊，也是雲裡霧裡的，疑問更多。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啊，就是因為這次輿論鬧得太大，必須得有人出來背鍋。從這個調查組的結論來看啊，我感覺1997年那個年代啊，對吧？像這種現象那叫屢見不鮮，應該是普遍現象，所以細思恐極啊，對吧？如果你要深深的追究的話，那就沒完沒了了。網友就對每一個博物館恐怕都產生懷疑，因為它是個普遍現象。1997年，對吧？一個人2個崗位，那很正常。那時候管理哪有那麼細啊，對吧？現在啊，你說我們這個叫專人專崗，但是你這30年前哪有這事啊，對吧？這是習以為常。這第一個，第二個，1997年大家一定要記住了，那個時候是工資都發不下來，很多
啊，有編制，那個時候也不叫編制啊，那時候就叫體制內，對吧？也沒有公務員這說法，就是體制內，大家都是下海的吧，都是跳槽。為什麼呢？因為單位發不出工資。你看看現在好多混得不錯的人，都是那個時候下海的，從體制內出來，發不出工資。你說一個南京博物院全靠拨款活着，對不對？那工資更難發，工資更難發，那怎麼辦呢？那個時候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像現在啊，地方政府沒錢，把那個泥巴賣出金子的價格，這邏輯是一樣的啊。那你說作為博物院來說，大家要發工資啊，上面拨款那是有數的，然后很少的呗，肯定是越拨越少，而且還不能按时到位。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那他肯定就根据当时的政策啊去钻漏洞。什麼叫钻漏洞啊？对吧？你不是鉴定為假嗎？那我把它拿出去賣掉，賣的錢幹什麼呢？自己留一部分發工資發獎金，給上面再交一部分。上面文化廳呢，文化局他也要發工資啊。文化廳從哪兒賺錢？他根本賺不到錢。1997年有什麼文化收入啊？那就靠下面這一單位，哎，你賣了錢，對吧？見者有份，得給我上交一點，對吧？全指着他們盘活，這叫盤活國有資產。哎，這個和現在各个地方政府在賣國有資產不一個道理嗎？你這個是賣畫嘛，對吧？抓住這個政策的漏洞。現在是賣國有資產，對吧？這個廠房，那個什麼建築，這個礦，那點資源，不是變賣嗎？變賣回來錢給大家發工資嘛，是一個邏輯啊。我這麼說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恐怕那個時候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這樣，各行各業都這樣，手上有點啥的賣。但是現在形成輿論了，對不對？輿論揪着不放，那怎麼辦呢？對吧？那個時代就是這樣。但是你說把這個推到那個時代不了了之，那也不行。所以乾脆啊，你蘇護平吧，你背鍋吧，誰讓你倒霉呢？對不對？誰讓你當這個院長？你誰讓你簽的字嘛？然後就說你這個簽字啊，你這個你看看解釋權歸誰啊？條文是條文啊，解釋權歸誰嘴大誰有解釋權，對吧？大家還記得那個南昌那個哪個大學鼠頭鴨脖吧？這不就典型的誰嘴大誰說了算嗎？誰官大誰說了算啊？那小孩說，哎，這個就是老鼠頭。好了，學校校長來了一說，哎，這就變成鴨脖。哎，等到省委調查組一來，哎，變成老鼠頭，不就這意思嗎？無論是老鼠的頭還是鴨脖子，它不會來回變吧？那為什麼在報道中，在這個調查中來回變呢？就是因為他的調查的人在變，對吧？他的職位在變。那你這個不也一樣嗎？這個是啊，國家文物局工作組到江蘇來指導，哎，不是國家文物局來調查啊，是國家文物局到江蘇來指導江蘇省，人家自己查自己，這個大家就好理解了，對吧？所以說你蘇護平吧，反正你屁股也不乾淨，你為那個時代你來擔一把責任。所以我覺得在江南春這個事情上面，他挺冤的，他又管理不善，對吧？他有這個責任那個責任都肯定是有，但是那個時代都一樣啊，那誰讓你被揪出來了呢？當然了，這個蘇護平其他的問題因為沒有公布啊，咱也不好說的，他很有可能中飽私囊，對吧？把這個博物館的什麼東西自己帶回家了，或者他的手段跟這個保管員張某也一樣。總之啊，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要想把這個事平息下去，必須得找一個人為那個時代來背鍋。在那個時代，這本來就是叫習以為常。他這個結論一出啊，首先一個這個捐贈人龐樹令，他也沒什麼好說的了，對吧？責任人還在查，一共是涉及到29個人，有5個已經死了，24個要追責任，這裡面還有刑事責任，還坐牢的啊。但是最終還沒有刑事責任還在判嘛，對吧？還在查。也就是說，對這個捐贈人龐樹令來說，他沒什麼好說了。那麼對這個大眾來說呢，大部分網友也沒什麼好說的，對吧？因為這個矛頭所指就是蘇護平嘛，這人查出來是個腐敗分子，是吧？這個還有罪呢，對吧？還在調查，他有其他的罪，這也符合大家的這個印象，肯定不是好人。好，網上輿論大部分就平息了，實在不行，對吧？南京博物院出來個道歉啊，說這個責任都是我管理不善，我們汲取教訓，認真總結就完了嗎？真相已經不重要了，物歸原主。30多年前那個年代，對吧？已經沒有辦法再細究了。這個調查組啊，他一再說啊，南博總店及職能部門相關負責人對違規報批調撥文物、違規銷售，他沒有給出來哪兒違規，哪兒，對吧？就是報批調撥文物違規在什麼地方，反正結論就是違規。用這把尺子啊，你把上個世紀90年代的事情都翻一遍，估計大部分都違規。所以南博的事情啊，告一段落，就是讓他繼續糊塗下去。那個畫到底是贗品還是真跡，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曲折的過程，恐怕已經石沉大海，不能拔出蘿蔔帶出泥啊！這是我的觀點啊，沒有深挖蘇護平的犯罪動機。當然了，也可能再過幾個月，對吧？蘇護平其他的罪被
被查實之後，是不是會把这個對江南春這些話的處理的這種動機是吧？犯罪動機是不是會披露？咱們可以密切關注啊，否則的話沒有辦法解釋啊。在江南春這個圖畫上面，徐湖平稱得上監守自盜嗎？算不上吧，他沒有自盜啊。我們再看看啊，正好这個訂婚強姦案，因為這個事情當時輿論搞得也很大，咱們也聊過好多回。新加坡聯合早報有一篇報道啊，說訂婚強姦案視頻曝光，引發新爭議。中國官媒央視新聞法治在線欄目星期天就2月8號啊，披露了一段山西大同訂婚案強姦案關鍵證據畫面，顯示一名男子在電梯中不顧女子掙扎，強行將她拖拽出電梯，短短幾秒視頻瞬間引爆互聯網。這起曾經引發輿論爭議的案件再次喚醒人們的記憶。2023年5月，大同市陽高縣一名習姓男子與吳姓女子訂婚隔日，不顧女方反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女方當晚報警，稱自己被強暴。案件2023年12月一審時，法院判處習姓男子強姦罪成立，获刑3年。這名男子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但2审法院在去年4月的公開審判中，依舊判處他3年有期徒刑。這起事件從2023年曝光開始啊，就因涉及婚姻契約、性自主權、性侵以及婚姻彩禮等敏感但又無法回避的話題而備受關注。獨立媒體端傳媒形容，這樁案子從一開始就在中國輿論場激起劇烈對立。一派觀點支持法院判決，認為女性的意願被違背，即使有訂婚關係也構成侵害。另一方面，由於雙方已經訂婚，發生關係的地點在2人的婚房，以及男方已支付了10萬元彩禮等細節，不斷有人提出婚姻及性義務這一約定俗成的傳統觀念。質疑法院判決者認為，2名當事人已經擺了訂婚宴，甚至有了共同的婚房，相當於有了夫妻之事，為何不能有夫妻之實呢？极目新聞評論指出，也有人認為收了彩禮就是默認可以發生性關係，還有人發問如何證明女方非自願。更極端的觀點認為，女方是索要錢財未果而進行誣告。大河報報道，吳姓女子控告男方強暴後，女方母親曾找男方談話並錄音，只作為補償，男方必須在房產證上加女兒的名字，並補上原定結婚支付的所剩8萬8彩禮。但男方家屬稱，女方是因房產證上加名字要求沒被滿足，作為報復而控告男方強暴。雖然女方否認上述說法，但部分網民對此深信不疑。結合當時中國互聯網對撈女討論熱度升溫，吳姓女子被扣上撈女的帽子，網絡流傳騙婚，以告強姦進行詐騙。雙方當事人為同居關係，為被害人有過婚姻史等不實信息，令他長期承受流言蜚語。中國對於強姦案的審理一般因保護被害人隱私而鮮少公開太多細節，但鑑於針對吳姓女子不實傳言漫天飛，該案2審審判長去年4月罕見接受官媒人民日報客戶端訪問，就上述傳言闢謠。視頻引發新爭議，央視星期天曝光的電梯視頻令這起案件再度受到關注。不過這次輿論風向出現轉變，新的爭議點浮現。視頻披露後不少主流媒體緊接着發表評論文章。中國婦女報星期天發文說視頻清晰記錄肢體劇烈拉扯和女方無助決絕的神態，是暴力脅迫，違背婦女意志最直觀最有力的證明。評論寫道，在這起案件中，我們看到了司法對個體身體自主權與人格尊嚴的堅定守護。應該明確的是，男女婚戀核心要義永遠是自願且明確的合意，任何違背他人意志的強迫行為都是觸碰法律紅線的犯罪之舉。但質疑的聲音隨之而來，認為視頻作為關鍵證據的合理性有待商榷。有網民抓住視頻中一個細節，雙方在電梯裡的肢體衝突是2人發生關係事後。該案情文書也顯示，女方在發生關係後情緒激動，用打火機點燃了窗簾，趁男方取水滅火時跑下樓呼救，被男方追上並將
將其拖入電梯帶回婚房，才有了視頻的那一幕。有部分網民因而認為視頻並不能證明二人在房內發生關係時女方也進行了反抗，怎麼能成為判定男方強姦的關鍵證據？這類質疑指向一個根本難題，即在私密空間裡發生的強姦和性侵行為，不僅被害者難以舉證討公道，被告人若是無辜也難自證清白。這個新的視頻啊，在電梯裡面的這個視頻，估計大家也看過了啊。但是有人說這個視頻是事後視頻，不是事前。實際上這些都不重要啊，因為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從法律上呢，判這個男的强姦成立没毛病，一點毛病都沒有。愚昧的人对吧，認為只要訂婚了，那就是叫性同意，而這個男子的母親他就這麼認為的，所以這就害了事了。網友這麼認為不重要，沒事啊，網友怎麼想都可以。當事人的母親這麼認為，害了他的兒子。因為我記得我說過這個案子，當時女方的母親是想把這事給了了，結果反過來被男方母親認為這是訛詐，對吧？這屬於誤判呢。這就是現在的伊朗和美國啊正在談判，對不對？伊朗很擔心誤判呢，一旦誤判就挨炸呀。當時啊，這個男方的母親就是誤判，他以為啊，你看都付了10萬了，還有88000的彩禮，結婚後付，对吧？然后這個訂婚宴也辦了，那不就可以上床了嗎？這個時候你還告強姦，你不就是訛詐嗎？不就是敲詐嗎？因為在他的觀念裡面，他就認為這個已經順理成章，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啊，沒辦法，法律就是違背當事人的意願，人家不同意。其實上最近還有個案子啊，非常有意思，但我都忘了啊，在哪兒報道的，大概意思是這樣的，就是一男一女啊，两個人是在什麼地方認識，在網上認識的啊，認識聊了1個多月，好，兩個人約着線下見面，見面的時候也很親密啊，什麼以老公老婆相稱了，見面吃了飯之後就去開房，開了房以後那就對吧，乾柴烈火啊，所以他們就媒體報道啊，我印象中好像是發生了4次關係，到第5次的時候，這女方不同意了，說你弄疼了我，讓他停止。結果這男的他覺得意猶未盡呢，還要繼續。結果事後啊，這女的就去報案了。這警方立馬把這個男的啊，那男的已經上班去了，把這男的抓獲。強姦罪成立啊！你不要以為前4次同意，第5次不同意，那你說怎麼算？但是這個確實啊，也引起了一些社會問題，導致什麼呢？導致現在男女的吧，都不願意談戀愛，更不願意結婚，對吧？麻煩事這麼多，乾脆忍忍吧。所以其實我倒是贊同啊，大同那個陽高警方的做法。當時給了2天時間吧，給他們私下協商，然後協商成了，那女方一撤案，对吧？到时候這事就結束了。結果是協商不成，現在好了，這個是不僅說給他判了多少年啊，關鍵是雙方在全國都出了名，搖了號，女的以後也不好嫁人，對吧？而且永遠是個傷疤嘛。那男的呢，那就都有案底了，這強姦犯呢，是吧？這個警方當時雖然是和稀泥，對不對？希望你們妥善解決。結果雙方誤判，不是，主要是男方的母親誤判啊。實際上就是咱們現在法律還不健全，所謂的婚內強姦，對吧？這種罪名好像在美西方是有的啊，但是咱們這兒不提倡吧。婚內強姦啊，好像又是一個空白。婚內強姦都是空白，那就是訂婚之後的強姦，那不是更是空白嗎？是吧？在農村訂婚就視為結婚了啊，就視為同意了嗎？那都是辦了席啊，那就是已經結婚了。只是什麼領結婚證，在農村的不重要，對吧？重要的是你只要办了儀式呢，就算結婚。但是你要爭論婚姻，法律上是承認那張紙，对吧？結婚證。所以說这事情又扯出好多問題啊，對吧？還有這個婚前同居算不算結婚？事實婚姻，對吧？這些東西都不夠這個叫嚴密，都有很多留白，很多空間呢。那不同的法官判的尺度又不一樣，那他這個導致什麼呢？就導致了年輕人，對吧？現在害怕，對吧？形成這麼一個風氣啊。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對婚姻和性自主權的認知正加速脫離傳統觀念，大同訂婚案件判決和隨之引發的輿論熱議，有助於推動類似案件的司法判例逐步形成，為日後填補立法層面的空白提供參照。我記得我以前做出過結論啊，實際上這就反映出咱們中國由這個小農經濟啊，傳統的社會邁向現代社會，這種叫被解構，對吧？是一種衝突。我們一條腿已經邁入現代社會，另外一條腿還在傳統社會，這個而導致了各種矛盾。那隨着另外一條腿也進入現代社會，恐怕這些事情就少得多吧。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